陳志全議員是否在席？陳議員，請你擺低啲你嗰個牌啊，見你唔到。陳志全議員，現在請你提問。主席，特首佢曾經三番四次話要改善行政立法機構嘅關係，但係而家立法會係剛剛開局，凳都未坐暖，我哋成班同事，特區政府就要同立法會、同香港嘅長者 show hand。長者生活津貼三不：不撤回、不取消資產審查、不提升資產上限。一係要，一係唔要。個零兩個禮拜之內要我哋通過，連上福利事務委員會，連接見民間近百團體，連上財委會。如果唔要，就大家都冇，三輸。政府輸，立法會輸，香港長者輸，令到立法機關同行政機關嘅關係從未如此緊張過。咁何來改善行政立法嘅關係呢？最離譜嘅係用40萬長者嘅幸福，有冇呢個10月份嘅出雙糧嚟到去做籌碼？無論係張建宗局長、梁鳳儀副局長同埋林鄭月娥司長都口口聲聲話財政紀律斬釘截鐵話呢個長生津呢只有1個月嘅追溯期。好啦，請你提出你問題。好，問題就係呢1個月嘅追溯期，點解前公務員事務局長王永平就踢爆話09年紀律部隊進行職系架構檢討都早有追溯期啊，有先例啊，證據確鑿，事在人為，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究竟係行政長官佢唔熟悉之前嘅先例，定係佢唔肯咁做呢？我代全香港老人家問行政長官一句：到底係司長局長唔話得事，你話唔話得事？你可唔可以同我哋所有長者講，如果我哋係月中通過或者月尾通過撥款，佢哋10月份可唔可以有商量？陳議員，你提咗問題，請你坐低。行政長官。主席，立法會喺邊個月通過長者生活津貼，我哋就喺邊個月開始起計長者生活津貼。剛才陳議員講嘅先例唔係先例，好似長者生活津貼呢類嘅撥款同埋支出係冇追溯嘅先例。政府官員就呢個問題呢已經係同全社會講清楚。我哋並唔係話喺時間上點樣去催促或者逼迫立法會議員，而事實係我哋係需要有幾個月嘅時間喺財委會通過之後，而唔係財委會討論期間，喺財委會通過之後，我哋先至能夠啟動有關嘅準備嘅工作。而呢段工作嘅時間呢，我哋已經係高度壓縮㗎啦。包括嚟緊嗰個農曆年嘅5日假期，我哋嘅同事呢都要犧牲假期返辦公室做事，使得我哋可以呢個係原來計劃，可以喺3月間可以呢將錢送到有需要嘅老人家手上。所以我哋嘅請求就係，如果立法會可以早一啲通過政府呢個撥款要求，我哋後邊嘅工作照做，老人家呢就可以早一啲攞到一筆佢哋好需要嘅等緊嘅錢，就唔使繼續心掛掛。呢個係我哋完全做呢件事嘅嗰個唯一嘅要求啊！希望可以喺時間嗰度呢可以早啲完成。我哋完全係實事求是，講事實，擺道理，係冇任何呢話唔尊敬或者係向立法會施壓嘅意圖嘅。陳志全議員，政府否認我頭先講嗰條先例，咁就當冇先例。今次可唔可以係特事特辦？你可唔可以同啲老人家講係一定冇，抑或要10萬長者跪喺立法會門外先至有商量，抑或要問個中聯辦得唔得？陳議員請坐低。行政長官。主席，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個數額係喺我嘅政綱裏邊，我應承咗香港有需要嘅老人家嘅，我好想做，但係我都好想陳議員同埋其他議員知道，呢一筆係一筆相當大嘅一筆開支，因此我哋一定要審慎
我哋一定要根據政府已有嘅財政管理嘅紀律去做事。我唔想開呢個先例。尋日亦都有立法會議員講過，公開講過，話如果開呢個先例呢係危險嘅。我同意呢個講法，所以我現在向阿陳議員嘅請求，向立法會議員嘅請求，就係請財委會盡快通過政府呢個撥款要求，政府人員會盡力配合，使得呢長者能夠早日收到一筆錢。謝偉銓議員。梁振英欺騙老人家，滾蛋！你呃到人。兩位議員，兩位議員，立即離開。陳偉業議員，你立即離開會議廳。立即離開。陳偉業議員，立即離開。立即離開會議廳。